挑戰用低成本培養100個愛好之第2個 DIY 手機殼。每次我做手機相關嘅測評視頻呢，就經常有人喺評論區各種求手機殼，查實呢個只不過係手機原廠自帶嘅普通透明手機殼嚟嘅啫。我就比較中意買背面係白色或者淺色嘅手機，相當於喺白紙上面畫畫，可創作嘅空間就會大好多。除咗手機殼之餘呢，要買至少1張對應手機型號嘅背卡，透明平啲，鐳射貴少少，豐儉由人。好似我呢個榮耀 Magic 8 Pro 就係喺透明手機殼嘅基礎上塞咗一張鐳射雪花背卡，體驗咗仲可以換其他圖案。手機殼用到變黃可以再買一個新嘅，就係咁簡單。如果相信自己嘅手工，可以買啲貼紙或者網上晒細尺寸嘅相，直接黐喺背卡上面。黐嘅時候記得先撕走背卡表面層膜，同埋注意區分前面同後面，尤其係鏡頭唔喺正中間嘅手機型號要特別注意。晒相方面，我今次揀嘅係2寸，3寸白邊拍立得，我之前度過就有啲問，基本上係黐咗張相上去就冇太多空間去裝飾，供大家參考下。今期就係咁先，拜拜。